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NMA 嘅第一條片，我係阿 C。咁由於開頭有啲咩可以揼波鐘我都諗唔到啦，所以就同大家直入主題。究竟我開呢個 channel 想做咩呢？時間就要追溯翻10幾年前，有個好天真可愛爛漫嘅小朋友，日日喺度發夢。哎呀，第時大個要做 banker，第時大個要識彈李斯特，第時大個要後空翻，第時一日要飲10支汽水，第時要揾個好靚嘅女朋友。就係咁日日喺度 FF， 幻想自己未來可以做到啲咩？好啦，咁翻返去2025年，曾經呢個天真可愛爛漫嘅小朋友，話咁快都放課啦，先至發現原來由細到大佢淨係得個諗字，乜撚嘢都冇做到。所以呢個胸懷大志嘅少年，決定痛定思痛，開翻個 channel 督促自己做嘢，去完成以前放棄咗嘅，或者根本都未開始嘅夢想。呢個少年就係我阿 C。好啦，咁講完點解我想開呢個 channel 之後，就嚟講下個架構啦。我諗住點拍片呢？其實我就冇諗到咁仔細，暫時嘅思路就咁，每隔1個月、3個月同埋半年，分別定個短期、中期同埋長期嘅目標俾自己，跟住就睇下我喺嗰段時間之內會有啲咩變化。大致上就係咁啦。點啊？係咪好悶好戇鳩啊？我都有咁樣諗過，但係我唔想繼續淨係得個諗字，而唔去作出任何實際行動。所以無論有冇人睇，我都會盡自己最大努力去將呢個 NMA 堅持落去。同埋唔使你講，我知自己畫畫畫到成撇屎咁，所以未來會有個計劃，就係我喺30日或者60日時間內，每日爆畫6個鐘。咁到時再睇下我有冇進步啦嚇。錄呢條片嘅日子係9月6號，暫時定咗嘅目標係1個月內學識盲領3乘3，3個月內要備試準備考呢個日文嘅 JLPT， 即係日文試嘅 N3 程度。至於6個月嘅目標就未諗好，可能下一條片先至再同大家公佈啦。至於下條片幾時出呢？你唔好問我都唔知。完。